琴日我哋先報道過灣仔會展嘅冬日美食節，好似開咗都冇人知咁，1蚊隻鮑魚都冇人搶，何解呢個檔口反而人頭湧湧呢？哦，原來係有嘉怡 BB 啊！冬日美食節由琴日開始，一連5日喺灣仔會展舉行。朝早排隊等入場嘅市民唔算多，人潮去到晏晝先出現。成個場就唔算太逼，不過呢檔榴蓮 BB 就反而勁多人，梗係啦！前新聞小花周嘉怡 BB 突然出現，10幾個龍友爭住影相啊！何解嘉怡 BB 咁多檔都唔去，只係去榴蓮 BB 呢一個檔口撐場呢？事關攤檔老闆夠識做咯。榴蓮 BB 主要用馬來西亞嘅貓山王運嚟香港做網購，唔使花錢登廣告，而係送貓山王做明星效應。我哋之前就到而家都係啦，我哋會送俾一啲譬如 blogger 啊、明星嘅朋友啊，咁就希望佢哋去試食啦。咁有好多朋友其實佢試食完之後咧，佢都會主動同我哋分享咯。通常榴蓮季節啦，榴蓮季節嘅時候個零兩個月嘅時間，我哋都起碼送咗100幾200個出去嘅時候都會有。就係咁樣送下送下，就連嘉怡 BB 都成為咗 KK 嘅朋友。個榴蓮咧同阿周嘉怡做咗好朋友，咁所以佢都知道我哋今次第一次參展咧，都肯過嚟即係支持我哋啲小企業去幫手幫朋友咁樣咯。嘉怡 BB 落場影相之餘，梗係想試下新嘢啦。我哋新推出嘅就係手工做嘅貓山王嘅Gelato Bar咯，手工做嘅。咁係而家市面上應該全世界唯一個Gelato Bar咧係有真正嘅貓山王果肉，而係佔嘅百分比咧超過30% 以上。每支30蚊嘅雪條 ，KK 話2日已經賣咗1000條啦。